營商動力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贊助播出。老闆，你聽我講，件事唔係佢講咁㗎。老闆，你唔使理佢嘅，佢永遠講嘢冇據準嘅。嗱，老闆明明講好咗7日，咁我第7日交有冇錯先？老闆，你話啦，如果要你由今日開始計7日，你係咪會覺得係下個禮拜2先？點知佢講嘅7日係7個工作日喎，加埋星期6日，佢足足拖多咗我2日啦。老闆，你唔怪得我㗎喎。首先我要嚴正聲明，我係冇遲交。第二，如果唔係佢啲文件係東一個西一個亂咁放，我使重重複複改來改去，嘥晒啲時間。唔知放邊啊？唔問。定低啦，你唔定確實日子。停！咁即係依家件事唔關我事，係你嘅錯。係我嘅錯。唔係，點會係老闆你嘅錯呢？係我嘅錯。我錯在收到呢一份數字化企業協作與管理平台計劃書嗰陣冇去執行啦。喺當今快節奏嘅商業環境之中，使用數字化嘅企業協作與管理平台，幫助企業實現智慧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佢將企業日常所需嘅多種工具同功能整合喺同一個平台上面。呢類嘅軟件通常整合咗多種功能，令到員工能夠更有效率咁協同工作。例如即時通訊、檔案管理、專案管理、日程安排等功能。佢哋可以幫企業打破部門、資訊同工具之間嘅隔閡，令到溝通更加順暢，實現跨部門無縫協作，從而提升整體工作效率㗎。飛書咧就係一款整合多種功能嘅 All-in-One 高效協作平台，協助團隊協同工作。佢將聊天、文件、會議、日曆等功能高度集成，提升整體工作效率。強大嘅日曆功能能夠幫助用戶更加輕鬆咁預約會議時間，減少時間嘅浪費。雲文檔功能支援多人同時編輯，所有人嘅修改即時可見，實現邊寫邊聊。視像會議後使用飛書妙記，自動產生帶字幕嘅摘要，方便回顧重點。來健輕量級嘅專案管理工具，令到團隊工作可視化，追蹤進度，狀態一目了然。透過自定義或者預設機器人，自動推送通知同埋信息，將工作流程自動化。總括而言，飛書以流暢體驗同埋強大功能，成為眾多企業嘅理想選擇。透過實時協作工具，團隊成員無論身處何地，都可以更新狀態同埋分享。專案管理功能以視覺化嘅方式追蹤每項任務，確保專案準時完成。更加可以將重複性工作流程自動化，有效減少人為操作失誤。呢啲協作平台通常都具有高度嘅可擴展性，能夠隨住企業嘅成長而調整規模添。咁又真係你嘅錯喎，老闆。唔係你嘅話，我哋啲嘢就唔會立亂啦。滾！收到。如對本集內容有興趣，歡迎電郵查詢。宣傳咧，除咗我哋線下嘅海報宣傳啦，仲有線上而家宣傳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線上宣傳就本地就 Facebook 宣傳啦，跟住 MP 嘅 MCon 積分兌換都係可以吸引好多人線上嚟到線下。國內嘅平台最多就係抖音啦、小紅書啦，仲有影音號啦。我哋會邀請啲 KOL 去合作，幫我哋宣傳我哋嘅店鋪咧，我哋嘅產品同埋我哋嘅服務。營商動力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贊助播出。